龍蝦花膠鮑魚照舊6位，大概600蚊一位到喎。有冇搞錯啊？每個人佢300蚊。哎，老闆死鬼過嚟！你哋要龍蝦花膠鮑魚啊嘛，係咪？而你哋盲公竹過嚟食350蚊就得㗎啦，一位。350蚊一位咁抵？先上龍蝦、花膠雞湯、燒焦鮑魚。今日我哋就嚟呢間細龜新派私房菜，成台餸都由主廚細龜精心製作，人均350就食到鮑魚龍蝦花膠、魚子醬凍龍蝦半糖心蛋，蝦肉緊實爽口，食落仲有少少胡麻醬味。懷記菠蘿蜜花膠燉雞湯，花膠雞湯嘅鮮味，菠蘿蜜嘅甜味，完美咁融合埋一齊。燒焦鮑魚拌鮮冬菇，鮑魚同鮮冬菇嘅鮮味加上燒焦一齊喺口入面爆發出嚟。黃花一夜情，黃花魚提前1晚處理好，所以要過夜，咁就一夜情。老細你起名都幾鬼馬喎，桂花香煎金蠔，我哋就覺得麻麻地，所以老細就換咗份金湯酸汁台山蠔俾我哋，酸酸辣辣咁嘅樣，超級開胃，好好食。新鮮菠蘿咕嚕鬼馬球，油炸鬼樣蝦肉，酸甜脆口，好有口感。奶油蝦多士，香脆可口，不過多少有啲膩。杞子鮮菌雞湯浸時蔬，靚菜搭雞湯嘅經典組合。新鮮蟲草花滑雞竹筒飯，一打開濃烈嘅雞香味，飯全部都係雞嘅味道。餐前2小碟，2個清爽小菜，飯前開下胃。粉絲仲送多個金瓜椰汁燕窩，人均350可以食到盲公竹海鮮宴。有興趣嘅朋友仔評論區留言 PM 我哋啦。